朋友，大家好，我是许曼珍，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文化部补助的戏剧《黑水沟传奇之郑王赴台》剧情之一，描述郑成功于西元1661年4月抵达台湾，由鹿耳门水道进入台江内海等情节。目前在台南鹿耳门府城天线正式开拍，揭开台湾汉人的文化序幕，重现开台400年荣耀。为了开拍郑成功大军从鹿耳门登陆等场景，黑水沟传奇的剧组选定26号5时正式开镜。为了求镜头完美，各种角度一再斟酌，不容许有任何差错。除了坚持古装戏剧的专业，也为重现历史的情景来负责。很多地方是要去注意到的，尤其它很多状态是很多人、很多机器。我们这次在陆海空都有机器啊。那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不能辜负了当初郑成功登台的时候他的历史的使命。那现在呢，400年之后了，我们在这边依然在称颂他，原因也是因为他所为台湾所留下的历史是很重要的。本身也是陆战队的导演李新文和剧组特别邀请海军陆战队云嘉南联盟的弟兄来领演相挺，以他们过去海陆训练作战的那种气势，绝对为该戏剧加分。李新文是我们陆战队退役的弟兄，那今天呢，由我们海军陆战队联盟我们社团，我们呢集结了近30位的弟兄前来支援。那这次的拍片体验，让我们体验到了拍剧那个剧组的工作人员的辛苦。为了重现严世奇率众登陆发现台湾之美，剧组也邀请文化大学教务长方元仪饰演开台王，用开垦台湾和郑成功横渡黑水沟的传奇故事，揭开台湾开台400年序幕。能够嘎一脚，那当然就是很荣幸。那刚好嘎的是严思齐。那之前呢，对严思齐的故事呢，虽然知道，但是不是非常了解。那因为大家的这个角色之后，就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那当然发现，原来严思齐就是我们的开台王。那也是第一个就是有远见来到台湾只是不是说短暂的暂留，而是他希望能够长久的经营那因为有他这样的远见才有这样的一个后续。我们在台湾这样这几百年这样一个繁盛。黑水沟传奇之郑王赴台呢，特别呢再加了郑芝龙以及严思齐呢登陆台湾，发现台湾之美的一个场景，揭开开台400年的序幕。结合我们今天拍摄郑成功呢抢滩大军呢由鹿耳门沿岸登陆，以及呢我们魁一呢总督呢投降，郑成功受降等等场景呢，为开台400年的活动呢揭开序幕。这次黑水沟传奇锁定台南取景，鹿耳门发展协会和郑成功祖庙等单位也都出面关心拍片进度，对行销台南和地方发展都相当期待。这个影片呢拍开，对咱台南市公共的行销、经济的提升，拢有真正面的影响。更重要就是讲，今仔日找到这个所在来拍片。这个所在嘛是362当前地成功伫遮登陆上花来勘察野地了，从鹿耳门港入来去赶走荷兰人。郑成功在这个台湾这边建设，他带来的影响有什么可以发展的，让我们后代的子孙，包括这些人民，他所展现的是他的胸襟。为什么他要来开阔这个台湾？因为古装戏剧需要动员很多人力物力，剧组除了有文化部补助，也特别感谢中嘉宽频、台南市文化局等单位协助顺利拍片。记者顾文吉台南报道。高雄九泰科技今年首次回到主场，展开2天的赛事。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到场力挺，虽然最后没有抢下胜利，但球员们的拼劲依旧令人感动。一个
了漂亮的上篮得分，全场球迷拿起加油棒大声欢呼。九泰科技篮球队回到高雄主场的第二战，战况十分激烈。虽然最后以92比102不幸落败，但比赛过程中球员们都拿出拼劲，一心希望能为球队抢下胜利。而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在赛前到场为球员们加油。特别感谢我们九泰科技持续的在我们高雄扎根，代表我们高雄在 SBL 里面最强的篮球队。有那么多大家共同关心我们篮球运动，那我相信我们高雄市的篮球代表队，不管是职业队或者是我们的九泰科技，那一定可以，不管往下扎根，或者在 SBL 都能够赢得好佳绩。九泰科技在今年首次回到主场，更是与全家海神携手做爱心，捐赠2组篮球架给纳马夏国小篮球队的小朋友们，大家都非常开心，并用族语向市长陈其迈道出感谢，场面十分温馨感人。九泰跟全家海神能够捐赠篮球架给我们的纳马夏乡所有的年轻的选手，来让他们可以把篮球从下扎根，要特别表达感谢。对我们来说，一些基层的培育是最重要的。那尤其在高雄这地方，我们认为是说，培育年轻人，然后栽培这些小朋友去打球，会是我们希望未来一个更长远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才有这一次一个捐赠的一个想法跟一个目标啦。回家比赛，相信球员们的心情也大有不同。面对几乎满场的球迷，球员打起球来更有拼劲，球迷也在看台上用热情帮球队热情呐喊。这场比赛来说，其实是我们第2场比赛。那回到高雄，就要回到我们自己的故乡这个主场。那我们希望在这边可以打出精彩的比赛。那除了帮我们自己球队，也希望让更多的球迷都是这个老牌的 SBL 能够更多人来有一个支持的一个情况。连2战结束之后，别忘了8号、9号、10号连续3天，还有高雄九泰的主场日。中加宽屏青年港都的收视户可以到各门市免费索取球赛的门票，欢迎大家一起到场为高雄九泰加油。记者潘志光、林嘉义高雄报道。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美术系111级学生毕业展在台南市议会1楼大厅展出，将近200件作品，展到4月22日，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参观。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舞蹈社热情的舞蹈表演，为该校美术系111级学生毕业展热情开幕。日前在台南市议会1楼大厅举行开幕式，由议长郭信良与台南应用科技大学校长黄忠诚以及多位议员共同剪彩开幕。在此感谢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的毕业展，在这边让台南市议会摇身一变成为议事殿堂。相信来加工的民众能够耳目一新，也能让市民亲眼看到学生的创作和能力。我看到呢，2天前看到门口学生做认真的布置，所以我就叫大家爱较紧，叫大家来这看。这是台南科技应用大学很好的作品，呈现给大家。在此，希望台南市民能够把握时间，到台南市议会看这次非常好的展览。台南应用科技大学校长黄忠诚表示，该校美术系可说是全国最大美术系，学生超过1400名，每年毕业展都有特别的主题。今年主题为春木色色，春木代表春天万物苏醒与希望，而色色则是青色，有繁花似锦的意义。今年毕业展将分别巡回校内外，第一站选在台南市议会展出，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记者林根台南报道。中加宽屏青年港都在奖助学金捐赠记者会当中，特别安排媒体适度活动，让孩子们透过求证与辨别的方式，亲自破解网络常见的假讯息。平常会用手机的举手。活动开始后，首先由主持人进行提升媒体素养的教学，孩子们听得认真，甚至主动举手发言。
竞赛的方式则让孩子们都很投入在游戏里，想看谁能最快分辨出所有的真假讯息。手机充电时在讲电话，切记不能喝水，会导致电入心脏。那这样很多人就应该死了吧？学校有教过，就是辨别真假新闻，有些可以用看的就可以看出来，有些可以用查的。游戏的进行是透过学习单上条列的新闻，让孩子们利用手机使用教学时提供的查证平台，例如事实查核中心来辨别真假新闻。孩子们也在游戏中认识到了媒体识读的重要。媒体上面有些讯息是假的讯息，然后可以透过其他的网站上去查询。就可以知道是不是真的或假的讯息了。我以前不知道怎么查假讯息，但是我现在知道怎么做了。要先查是不是正确的，再先告诉别人。最后，新闻局长也对媒体识读的能力能从小开始建立，给予鼓励，希望孩子们能在资讯爆炸的时代拥有正确的观念。我想媒体识读是我们当代人最重要学习的一件事情。我们怎么样去找到正确的资讯？我们怎么样子去判别在资讯过程里面的真假的含量？那怎么样子去找到一个让这些事情能够被厘清的方式，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也非常感谢中嘉集团还有我们家福中心安排这样的机会，让所有的小朋友有这个机会学习到更清楚更正确的知识的取得方式。在现代社会人手一机的情况下，孩子接触网络的方式变多，假讯息也更容易入侵生活，对于尚在发展的幼龄学童非常危险，因此应该让他们及早建立媒体素养，拥有对讯息的判断力。记者邱玉婷，鸟松区报道。胶彩艺术所使用的颜料，皆是以珍贵的矿石磨制而成，让艺术品更显高贵。胶彩艺术家陈丽云受邀于台南金鹰酒店举办花见幸福特展，共有38件作品精彩登场。花见幸福特展正式开幕，请大家掌声。台南金鹰酒店长期推广与支持在地艺术，这次特别邀请到胶彩艺术家陈丽云来饭店展出她的38件艺术创作。也因为胶彩画作所使用的颜料都是以各种珍贵的矿石研磨而成，让观赏者自画作当中感受生命之美。它是矿物质的颜料，就是前面你们可以看到那些矿物质的东西。比如说蓝铜矿、孔雀石，或是珊瑚类，那个都是天然的颜料。包括我们所煮的浆糊也是天然的，包括我们的胶也是天然的，没有用就会腐坏掉的。所以它的工序比较多，比较繁复，而且等待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应金鹰酒店李静文李总的特邀。他也很真诚、很诚意的邀了很久。金鹰酒店希望透过邀请艺术家来设展，可以将艺术的美好带给更多人认识。艺术家的作品来我们这边做一些运用这个空间做一些展演。那因为我个人觉得，把这些作品放在艺廊里面展演，那是一种角度。可是如果跟台南金鹰很多空间结合的话，可以很自然，可以把艺术呢带给更多的，然后还有国际的人士去做一些欣赏。花见幸福胶彩特展，展期从即日起一直展到明年1月31日为止。民众现在来到台南金鹰酒店，在许多公共空间以及指定套房内，都能近距离观赏到这些艺术创作所带来的美好。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高雄市左营高中的舞蹈班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以最近流行的环境剧场表演方式编排舞剧，充分利用校园里的石阶、木桌和大树来创作，成果大受好评。舞者在草坪上漫步奔跑，或在石阶上躺着或坐着，接着又换到木栈板区，舞者拿着酒杯在木桌和木椅上来回舞动，观众也得跟着舞者移动脚步换到下一场，这样看表演的感觉很特别。结合了大自然，然后就是比一般就是我们在音乐剧看到完全不一样。对，就不会像以前那种就是像剧场里面就是会有距离感，现在可以很带入状况。
这几个场景其实都在左营高中的校园。5组舞蹈班的学生在校园里挑选景物，发想舞剧的主题，再进行编舞动作，将身边的景物融入舞蹈动作中，不像在表演厅和道具布景跳舞，感觉更自然。我们开始去寻找大自然，树啊、椅子啊、坠落的果实，然后我们在里面一起共舞，然后享受自己跟大自然一起共舞的快乐时间，这样子。然后我们再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创作每一支不同风格的舞马。一开始在找地点的时候，其实会不知道要从哪里找起，但其实从主题出发，会比较有办法找到自己想要的地方。对，就是会先从主题开始找。这一场定名为归本的环境剧场演出，是由卫武营驻地舞蹈家引导，带领学生在校园环境中一起思索创作，摆脱将主题附加在环境上的创作方式，而从环境中思考主题，为它附上属于个人的意义，让舞者和环境共存。每一个人他有对于这个空间自己很绝对的想法，有人讨论爱情，然后有人讨论情绪，然后有人讨论自己个体的世界。我觉得那件事情是很可贵的，就是在高中这个阶段，然后可以把自己所想的事情透过肢体艺术去传递出来。舞蹈无所不在，到处都是舞台，这才是环境剧场的真谛。左营高中舞蹈班的学生走出剧场，将舞蹈融入户外的环境中，产生共鸣，回归生命本质。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今年首次与屏东县来义乡公所合作，展出国宝工艺大师许春美的作品，透过许老师传统织布技艺，展现排湾族的图文特色。欢迎民众在5月8日前莅临现场，体验原住民的艺术与文化。原住民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文化部为了推广原民文化，特别推动台南生活美学馆与原民馆合作。今年第一次与屏东县来义乡公所共同合作所推出的人间国宝工艺大师许春美特展，透过这样的方式来与大众分享台湾这块土地上丰富多元的原民文化。感谢老祖宗，老祖宗的智慧再度回来我们的故里。老祖宗说，我们是从古拉萨到山上的。曾经听我父亲说，我们老祖宗说，干嘛是带南一进来呀？所以我在想，这是老祖宗的一个期待，能够把他们的织布，把他们的智慧再带回台南。许春美老师传承了家族与部落的传统织布技艺，其中掌握了织布的完整知识，并以足以传承的人又少之又少。许老师表示，每一个织纹都是经典，希望来看展的民众可以试着从织纹感受一下排湾族的文化。逛了1圈他都已经很有心得那我们许春美老师真的是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坚持他必须要承袭过去他的家族甚至是说我们原住民的这个织布的传统文化能够继续的保存。那么也教了很多的这个学生然后继续要能够发扬光大。我们的来义乡是在屏东县9个原住民乡里面算是原住民的人口最多的。那地理位置是在中心，也就是潮州地区的一个生活圈。那么我们古尾也是靠南部恒春那里了那么我们来义乡其实是有很多非常丰富的这个传统的文化但是我们来义乡也最需要中央单位能够继续的给我们支持给我们协助。这次的展览会一直到5月8号，欢迎民众可以利用时间一起来到台南生活美学馆，体验一下九马努传统的排湾族织布文化。记者刘品言台南报道。
全国最大的漆弹比赛至今迈入19届，不受天气疫情影响，特别选在高雄市社教馆大草皮激烈开打，共有98支队伍，600名选手报名参赛，带您来看看。随着疫情好转，全国最大型漆弹比赛如期举办。27日在高雄市社教馆大草坪激战开打，共有98支队伍，600名选手激烈展开刺激又健康的漆弹运动。我们社教馆举办全国漆弹比赛，今天来到第19届了。这19年来，有非常多的青少年都因为社教馆的比赛而体验到漆弹的活动。那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其实我们本来评估报的队数不会太多，但是没想到经过2年的疫情的一个报名的一个队数的减少之后，今年的报名的状况比以往更加的增长很多。我们从60几队增加到将近100队，我们有将近来自全国有600位选手，来自7个县市的青少年好友们，他们齐聚在社教馆。今年报名的组别中，亲子组有39个家庭共襄盛举，创历年新高。由3组亲子共6人组成一队，既有13支队伍同场战斗对抗。就是从那个网络上得知有这个活动，那想说跟孩子之间有一个成长性的一个互动，那所以说就来参加这样的社教馆举办的漆弹，去练习亲子之间的沟通跟协调。各方面作战的策略之类，对，他觉得受益良多。这是妈妈帮我们报名的啊，我也不晓得他就大家有人过来，然后就认识这样，就非常不错。那以后还有机会还是会来参加。让亲子借由漆弹对抗，培养共患难精神，并增进家庭互动，拉近亲子关系，享受亲子天伦的幸福感。一起留下永难忘怀并肩作战的回忆。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为了让漫飞天使提前过儿童节，高雄市社会局儿福中心在一家游乐园举办儿童节活动，邀请120名早疗中心的漫飞天使畅游游乐园，让漫飞天使从游戏中学习，增加生活体验。在游乐园里，各种大型玩偶纷纷出笼，在台上带领小朋友唱唱跳跳，小朋友看了都好开心。台下也有小丑发送造型气球，小朋友都开心的等着拿气球。这场活动是高雄市社会局专为早疗中心的漫飞天使举办的，让他们提前过儿童节。有时候他也可以透过活动的方式，让他在感觉统合或是大肌肉、小肌肉的发展上，都可以因为游戏而发展的，会发现的孩子在这样的游戏的过程，可以跟一般孩子一样玩。除了有好看的表演之外，还有拿不完的礼物。小朋友从高雄市社会局长和高雄市中山阳光社会关怀协会理事长的手中拿到礼物，脸上表情特别高兴。市府社会局也感谢协会第7年赞助这样的活动。那特别是为漫飞天使早疗的孩子每年也都会举办。那我们长期跟中山协会呢做一些合作，那就是希望说早疗的家庭、孩子还有家长带着孩子来一起度过这个儿童节，秉持着让我们的环境可以更好，那更多的人来参与，让更多人知道有一些天使们需要我们一起来共同一起关怀。漫飞天使虽然发展迟缓，但只要掌握6岁以前的黄金期，及早发现、及早疗愈，营造幸福友善的儿童成长环境，就能够赶上学习脚步。记者潘志光、赖昌邦高雄报道。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许曼珍，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再会。